1980年代，台湾钱印卡目，外国的订单直直来，股票呢嘛冲到20世纪末最高点，嘛是迄个年代啊，全世界乌道拢想要来台湾遮插旗做生意，酒店啦、舞厅啦、交警、查某囝，开甲安尼四界拢是。中山北路迄交通的文化，嘛是迄个年代开始的。就伫共迄个时代、共迄个时间，一个美国大兵甲台湾查某头生的查甫囝，才18岁一个林博文啊，伊竟然杀出重围，拍破乌道的规矩，毋但家己拍出名声，阁真好胆去人的地头亲门大户，拍出一个美国扑啊的外号。